好啦，今日呢，我哋就會嚟玩爆炸麥克喺完全唔受傷害嘅期間冠軍啊！睇下有冇機會。我之前嗰2日就係玩咗唔攻擊啦，同埋唔移動嘅。睇下今日會唔會成功？OK， 打傷，不過有一下打唔到，基於某個原因。好啦，繼續去打傷，見到隻 Sandy 仔應該打得掂嘅，佢得返好少血啫。OK， 搞掂。應間可以用大技加普攻一次過 KO。OK， 大技加普攻直接 KO。不過有隻法蘭克喺嗰度，我就唔夠膽衝過去嘅。所以就俾佢攞啦，嗰幾個能量點數橫掂，我應該都有機會打贏佢。呢個係第8次嘅 attempt， 雖然好難，不過應該就有機會㗎咯。我唔知今次得唔得。應該嗰隻嘢唔會嚟 ，bro， 咁都嚟追。OK， 贏咗呢隻嘢。打嗰隻霸子 ，OK， 霸子 guarantee 應該都會死，因為佢係近戰，佢打唔到遠戰，除非佢有大技，佢隻腳底係會有啲嘢嘅，所以應該冇個。OK， 睇下大技打唔打到。OK， 呢隻尼塔大技加嗰個，不過唔成功，好彩冇事啫。呢次係我最好嘅成績，睇下有冇機會。OK， 有機會啦，冇俾人攻擊過㗎，我暫時都係 OK。如果有咩挑戰想我挑戰嘅話，喺評論區話俾我聽啦。多謝各位收睇。